请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。圣经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第6节到第10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第6节到第10节。第位的圣经伫生活部分152面，其他的版本请咱看银幕。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第6节到第10节，因经过弗鲁加加列太的地方，因为圣神捌禁因传道理伫亚细亚，就行到米西亚的边界，想要去避吹尼。耶稣的神毋准，就对米西亚经过，落到迪罗亚。保罗迷是看见异象，有一个马其顿人徛地求伊讲，请过来马其顿帮助阮。保罗已经看见异象，阮才会连边意爱要去马其顿，掠做是上帝调阮传福音予因。以上。这是咱要请本堂的陈牧师来讲道，伊所要讲的题目是领受信心的根据，领受信心的根据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阮天父上帝，阮感谢，阮伫寒冷的天气中间，你赏赐阮有够养的食米，赏赐阮有够养的衫来读亲读。主，阮搁一摆为着伫日本遮受着畏寒，无厝通住，失去食米，失去亲人，遮的百姓向主献上恳求。愿上帝你的慈悲怜悯，甲因三个伫地。互因真正会当倚靠有耶稣，诚做倚靠，有耶稣的信心甲仰望，伫因内底来徛起，诚做因的救赎甲帮助。主也伫阮今日伫遮的敬拜，你的神透过你的话，透过你的神充满踮伫阮，互阮通明白。安尼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即礼拜的早间煞的时阵，有一个教会青年来甲我讲牧师，有一个咱教会会友带伊去参加一个特会。即个特会时阵，迄个特会牧师就替大家人讲预言。讲预言讲着伊的时阵，讲着伊有三项。头一项，伊甲伊讲预言，就是讲你也是你身躯边的人，可能会拄着意外，会出车祸，甚至会死。第二项，就是你的厝内底有一个贫穷的灵，爱赶走。无这贫穷人伫你的厝内底。第三项，伊来讲你无适合你即摆即间教会，你上好来阮的教会。安尼讲3点，然后佮甲伊强调讲，这是耶稣爱我对你讲的话。伊就来甲我问讲，牧师会当替人讲预言无？我想这个问题，检测毋是干即个青年伊所拄着，检测咱伫即摆的教会界中间有真侪特会。有真侪遮信心充满的聚会，总是咱拢需要去明白，需要去了解。今日咱所看的这个圣经，就是伫使徒行传，咱也讲是信心行传的这个贯彻内底，所看见一个足出名的，就是耶稣他的神，也是信心会禁止人做事工、做服侍。特别当保罗伊要去到伫亚细亚遐传道理的时阵，信心亲自对大家讲，毋通禁止伊。为什么？而且为什么信息安尼遮尔直接来甲因讲？我相信是咱爱来去了解。伫今日有2个目标，头一个目标就是爱明白信心所启示耶稣的话语，因带咱勇敢向前。我请咱大家来做伙来念头一点：明白信心所启示耶稣的话语，因带咱勇敢向前。我相信信心会甲咱启示，会对咱讲话。总是我请你伫你的书报顶头，将这个耶稣的话语来箍起来、圈起来。信心要启示，毋是人的话，毋是人的想法，是甚物？是耶稣的话。因为伫约翰福音内底就讲，信心来要叫你受起我对恁所讲一切的话。信心要启示是耶稣的话。所以第2点，咱的目标就是要根据这个目标来学习敬畏甲顺服对上帝来的话。我嘛请你伫这个敬畏甲顺服嘛，甲伊箍起来。但咱知影你如果真正是信心的话，你有要来尊重无？
你有要顺服无？这是咱今日真重要两个学习的功课。伫遮要来问复习去年的6月，连登主任牧师在讲道教咱祈祷的时阵，有讲到即个上帝的话，会当大家看做分做 logos 甲 rhema。logos 甲 rhema， 毋知咱有印象无？因的差别是甚物？以及咱今日也要来问咱大家，你敢知过去信心在做工，甲今日信心在做工有啥物款的差别？今日信心对你讲的话，也是透过某物人来对你讲的话，敢真正出自信心？头一点，圣经的教导，伫去年的时阵，牧师咧甲咱讲道的时阵，有人讲，上帝道会当来分做 logos 甲 rhema， 这拢是上帝的道。咱做伙讲一摆 logos， 讲一个 rhema。刚才咱有印象的，也是你有了解，有印象的，你会有想起即个 logos 甲 rhema。logos 是上帝对每一个人所讲的话，就是圣经。嘛，请你把即个圣经考起来。logos 是一个普遍的，对每一个人所要讲的。然后，伊是 rhema 的基础。rhema 是啥？就是上帝要对你个人所讲的话，是上帝对某物人伫特别的时间、特别的状况所讲的特殊的话，甲特别的应允。所以 logos 甲 rhema 倒一个较重要？有人讲 logos， 有人讲 rhema。伫普遍来看，你若追求 logos rhema， 你知影讲哇 ，rhema 是上帝对我个人的，当然嘛较重要。但是顶头有写 ，logos 是 rhema 的基础。你无即个基础，即个 rhema 是空空，毋是真实，可能是虚假。所以两个同款重要。甲你隔壁讲，两个拢同款重要。当耶稣伫旷野咧拄着试探的时阵，即个撒旦伊就用 logos 来试探耶稣，总是耶稣所回答出来是 rhema， 会当赢过撒旦的试探。搁伫即个使徒行传内底，彼得伊看见异象，一块布内底包是遮无清气的遮的动物，有猪啊，有鸟啊，这拢袂使食的。所以有信心来启示讲，彼得摕起来食，抬起来食。总是彼得讲，主啊，毋通你的话讲，迄是毋通食的，有冲突无？有哦，上帝的话讲毋通食，即马佫有啥叫伊爱食？有冲突。一个是 logos， 一个是 rhema， 特别的状况、特别的情况所讲的话，咱对三个圣经再来了解 logos 甲 rhema 的差别。路加福音第9章40、40、50，咱当做来读。这个话恁着听着，因为人子要拄着解送敌人的手。学生袂晓悟这个话，是对因允目，互因袂明白，因也毋敢用这个话问伊。耶稣对这学生讲的话，这个话是 logos， 总是允目，所以变做是 rhema。所以这学生毋敢问，毋知这个 rhema 的意思是啥物。这个拢是希腊语内底一句圣经在内底，你会看见讲 rhema 是啥 ？rhema 是允目的。是隐秘的、隐藏的。伫约翰福音15章第7节，咱嘛做来念：恁若踮伫我，我的话踮伫恁，既若所爱的，恁着求，就要甲恁成。所以 rhema 是啥物？就是爱踮伫耶稣的内底。这个 rhema 若无踮伫耶稣内底，毋是真正的 rhema。第三，罗马人书也是咱今日的根据。10章17节，咱做伙来大声来读。安尼，信是出伫听，听是对基督的言语。这 rhema 爱出伫啥？出伫基督，然后伊会带互咱信心，因为信是出伫听，听这 logos， 这 logos 内底有上帝有基督的 rhema。所以 rhema 有重要无？真重要。当时 rhema 重要 ，logos 嘛搁较重要。你无 logos， 就无一个 rhema。所以咱爱做了解，爱做一个分别。第二项，伫圣经的中间，咱来看信心过去伫使徒行传的启示的方式，甲今日无相共。好，伫周报内底讲，圣灵在使徒行传启示的方式和今日必不相同。好，我邀请你把它改成不必相同。好，这样意思更容易了解。无的确相相像。头一项，咱来看《使徒行传》
迄个时阵新约圣经请问讲写好啊，有人写总是还袂甲伊编好，所以还袂成做一个经典正典，还袂去经过检验，还袂经过考察，所以圣经还袂完全，所以请你把圣经考起来。所以信心伊要做工，必须爱直接来教导，特别使徒行传中间，信心拢会直接来讲话，因为伊需要透过即款方式，互人知影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因为太侪异端伫迄个掺杂伫迄个中间，有人讲伊是基督，有人讲伊是来代替基督的，所以这拢需要有信心直接来教导。第二项，使徒行传中间的人物拢有啥物款的背景？就是律法的册。律法书、律法的册的背景，这是真重要的基础。嘛，请你将这个基础根基甲伊考起来。咱看去伫使徒行传内底，遮受信心充满的人，大部分拢是犹太人，一开始拢是犹太人。犹太人因自细汉就爱读律法的册，所以因爱用背，然后12岁时阵爱考试，所以遮摩西五经、创世纪、出埃及记，因逐项读卷册就拢爱会晓背，会晓晓悟。然后再立笔，佫会甲因考试，所以因是有基础的。当信心甲因启示，讲这是上帝写的时阵，因一听就知影是，毋是，这是真重要的。咱若无即款的根基，咱是无法度来明白。第三，过去使徒行传，信心在讲话也是启示，是证人当时领受，也是看见，无针对个人来启示。伫使徒行传中间，咱看去遮信心充满，信心对人讲话，拢一定有见证的人，有大家拢知影。总是伫今日，咱会看伊讲，上信心甲我讲，啊信心甲你讲，咱会无甲我讲，无甲别人讲，迄是无共款的。总是伫信心内，伫使徒行传中间，你嘛看去阿拿尼亚信心的声甲伊讲，你去替迄个扫罗，替换手祈祷，因为伊是我要找因的人。虽然是阿拿尼亚，伊即个人听见。总是伊确实有一个扫罗伫遐来见证阿拿尼亚所听见是真的，也是即个亚加布先知，伊去摕即个保罗的带，讲即个带的主人要捆绑，要受到捆绑。总是阿加布伊先知伊所领受的，嘛是后来真正来应验，嘛是有即个扫罗保罗的带伫遐，毋是信心互伊一个人对一个人来讲。第四项。信心的充满是透过使徒来传递，透过使徒所传落去。伫使徒行传的第8章也是19章，咱转起来现在的圣经集，信心充满，毋是一个人伫遐祈祷，信心家己落落来，然后伊就互信心充满。一定是有一个使徒替伊换手，甚至伫遮保罗的批示中间，就嘛讲爱长老来替因换手，互因领受信心。毋是一个人伫遐信心就家己落来，伊就互信心充满。一定有一个人来替伊传，然后即个人一定爱有权柄的人，毋是凊彩一个，凊彩一个，是使徒核心，也是遮个长老。第5项，信心过去有一种是叫外显的信心充满，是一种看会到的。你知影哦，这个人互信心充满，伊会流目屎，伊会伫遐啼哭，伊会伫遐来。直接来会摇动，甚至伊会伫遐大声来嗷叫，会伫遐来甚至会趴落，会倒落，会伫遐来跳舞的，真侪种，你一看就知影，这个人感觉怪怪，无啥正常。迄是外显的信心的充满，总是即种外显的，或者讲语言、讲方言，当然遮拢是医病赶鬼。遮个信心充满，拢有重要的目的甲意义。请你将这个重要的嘛，甲伊考起来。这种外显的信心充满，一定有重要的目的。伫五旬节迄天，这个核心伫马可楼伫遐咧祈祷的时阵，信心降落伫因的心上，因就开始讲德国的方言，然后伫遐来讹落上帝。有啥物目的？就是要来招遮对外围转来遮个犹太人，对希腊转来，对罗马来。对哥林多来，对埃及来，对无共款所在转来遮犹太人，要来调集起来。所以信心用这种互因大家信心充满讲方言，然后大家拢聚集伫遐专心咧注意。伫5年的时阵，彼得就爬起来讲道，说信心插因大人的心，3000个人洗礼，
伫遐悔改，伫遐来洗礼。咱搁看即个哥尼流，哥尼流伊伫遐来受信心的充满，因为伊是意大利的一个军官，是一个军长，伊伫遐受着信心的充满，代表讲啥物？即个信心已经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已经出来到撒玛利亚即个所在，所以撒玛利亚的人伫约帕遐人嘛受信心的充满，甚至连即个意大利的一个军官外国人，伊嘛受信心的充满，有重要的目的来证明信心要做工。个阿波罗遮个学生，拢拢受着信心的充满，遮个使徒去替因画像的时阵，受信心的充满，代表讲即个福音已经对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，已经去到伫即个安提阿教会，安提阿搁传到伫以弗所到哥林多，即马转来到以弗所，遮个学生拢受着信心充满，信心要做工，这是来做一个真重的目的甲意义。毋是讲哇信心充满哦，我就有信心伫内底，然后伊的目的是啥物？伊的意义是啥物？最后第六，信心所想事的心力，是照着伊的器具来证明啥物？证明所要传的道理。请你将即个道理嘛，甲伊考起来。心力毋是主要的目的，心力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即个人所讲的道是真实的。所以，当我伫早课使徒行传时阵，看去每一届有心力发生的时阵，一定有人伫遐咧传道理，一定有人伫遐咧传上帝的话，不管是 logos 还是 rhema， 心力才来跟对伊证明伊所讲的是真实的。总是今日咱拢知影，即个圣经内底是真的啊假的？毋敢讲，即本圣经内底所讲的道理是真的啊假的？你若相信，你就大声讲是真的。你若无相信，你会当较细声讲真的。总是咱已经，你若是真正相信，而且嘛经过证明，即个圣经的话拢是真的。安尼我请问，敢佫有需要心力？敢佫有需要来追求这个心力来证明即个话是真的吗？因为伫使徒行传迄个时阵，圣经还未完全查考，还未完全的编好，所以要有心力来证明。所以今日咱继续来追求心力，变做咱主要的目的，安尼就毋对，因为心力是要来证明道理是真的。所以咱继续来看，安尼信心伫过去甲今日不必相同，做工的启示的方式，无拄拄拢共款，总是嘛伊一定爱共款的所在。我伫遮嘛有列几项，我是感觉一定过去的信心咧做，其他的信心嘛要安尼做。头一项。信心的目的就是要为耶稣做干净，为耶稣做干净。咱做伙讲一摆，为耶稣做干净。第1章、第2章、第4章、第5章，你咱来看这个经节。真正信心充满遐个人的时阵，因最后拢来讲一个人，就是讲，互恁定死的迄位耶稣，伊搁活，伊会当赦免你的罪，拢是为着耶稣做干净，毋是为着某物人，毋是讲哇信心充满，即个心力足赞的，大家就来信我。毋是为着人做干净，是为着耶稣。第二，伫使徒行传中间，目的是要叫人悔改，顶头先成做耶稣的什么门徒，成做耶稣的核心，成做耶稣的核心。第9章内底讲到扫罗信心临到伊，甲伊用光甲伊照伊，搁声甲伊讲，然后搁互伊目睭青面，哇！这信心大大做工，但是就是爱伊悔改。然后，伊就去顶头先几啊等的时间，渐渐来合适，成做耶稣的门徒，甚至也成做耶稣的使徒，来传福音，加即个棒子，福音的棒子。信心充满力是爱咱做核心。有的人伊欢喜互信心充满，却是无欢喜做耶稣的门徒。耶稣嘛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少年的官来见耶稣，要来跟对伊。耶稣讲：你着爱听上帝，爱听人。迄个少年的讲：我自细汉就安尼。耶稣讲：真好，安尼你搁去将你一切所有的，家己卖掉，祭祭送香，然后来跟对我。迄个人就忧头甲面，就烦恼就离开。因为真算过，伊算过要做耶稣的门徒，真正爱付出真多代价。所以真侪人欢喜互信心充满，却无欢喜做耶稣的核心。安尼，迄毋是完全信心的充满。第三。
信心的目的就是要吸引人去往外邦来传福音。信心的目的就是要找人去往外邦来传福音。对第10章的开始，一直到21章，你通看去使徒行传信心充满咧做工的方式，就是开始爱去传福音给别人。头前的第1章到第8章，拢在讲，或者的犹太人，或者的信上帝的人，爱得到信心。然后对10章以后开始，扫罗悔改以后，10章开始，才就开始讲信心的目的，就是爱互这外邦的人嘛爱来信耶稣，来拜上帝。我伫遮搁做一个说明，就是这个外邦是无信上帝的人，无信上帝的人。迄个圣经节，好，请咱来解一下。使徒行传11章的12节，毋是第2节，12节到15章的第8节。咱来看，当信心来甲因启示的时阵，就是爱因去传福音给外邦的人。咱来看15章的第8节，安尼讲：搁捌人的心的上帝，甲因做干净，用信心赏赐因，亲像赏赐咱一样。即个捌咱人的心的上帝，将即个信心赏赐予因。也亲像赏赐咱，这段是当彼得伊伫替即个哥尼流，即个意大利的人，甲因传福音、洗礼、信心充满，伊就倒来耶路撒冷报告，讲你看，信心伫遐已经来证明，做工即个外邦的罗马人无信上帝，伊嘛已经来领受信心，来证明，这是信心要做工。所以今日约翰共款，信心的目的。就是爱去往这也未信上帝的人来传福音。真侪时阵，咱讲信心充满我，信心充满我，总是咱无要往人传福音，无要去带这无信主的人，甲因来介绍耶稣。安尼这也毋是信心的充满，信心是甲充满你就好，爱搁去向别人来传福音。第4，信心是要除灭魔鬼撒旦的作为，信心是要除掉这魔鬼撒旦的作为。13章才讲到一个记载，当保罗因兜去到塞浦路斯，古比罗伫遐咧传道的时阵，拄到即个省长的边仔有一个行法术的邪术的，叫做伊鲁玛。伊鲁玛伊嘛用行即个邪术来控制即个省长，所以保罗伫遐就讲，保罗互信心充满，注目看即个伊鲁玛，讲：嗨啊，你即个正行诡谲会奸恶魔鬼的囝！伫逐项义的对敌，混乱主家的正路。你的主的手伫你的手头，你目睭要暂时袂看见。所以这个人伊就真正袂看见，然后拜托保罗，才得到医好。总是咱看去讲，信心充满是要除灭魔鬼撒旦的作为。总是真侪时阵看到咧追求信心充满，就开始要来赶鬼。赶鬼了，赶一只无够，你内底佫有其他的鬼爱佫赶。第2只，你佫有拉屎的鬼、贫惰的鬼、爱困的鬼、讲白菜的鬼、啉酒醉的鬼、食薰薄薰的鬼、跋筊的鬼，一直赶。逐礼拜就咧赶鬼，这鬼愈赶愈多，规间教会全拢是鬼。逐礼拜来拜上帝，然后教会内底拢是鬼，因为这鬼赶出去，佫走去伊的新墙，我看见你后壁有一只鬼咧跟对你互人愈来愈无信心，愈来愈忧愁。信心充满是爱除，佫爱灭魔鬼的作为。毋是伫遐咧哭，愈哭愈多。第5项，信心的目的是要来设立信徒，来监督牧养教会。第20章28节，安尼来讲，恁着家己谨慎，也着谨慎全群，信心伫因中间设立恁做监督，来照顾上帝的教会。就是伊用家己的血所得到的，而且讲教会是啥？就是耶稣，就是上帝家己的血。请问你要送人礼物，你会将你的血送互别人无？哇！我这包血就真俗，我送互你。咱袂凊彩送互别人。你若流血，你会赶紧去膏药啊，你会去甲伊止血，因为血就是咱的性命。教会是啥物？教会伫遮所讲的，教会就是上帝的血。甲你的隔壁讲，教会就是上帝的血。上帝有看重教会无？有够看重，所以信息的目的就是要来看重这个教会。
有个人，我听去信心，伊讲伊有信心充满，然后伊讲，我毋免去教会啊，信心已经甲我做伙啊，信心已经甲我团起啊，我无阁需要教会。伊感觉安尼讲有对，这毋是信心的目标。使徒圣经内底所讲的，信心是共同的教会，信心是要来起造教会，是要来监督阁无用教会。那你若真正有信心的充满，你一定爱有一个归属的教会。然后你会委心，你会顺服伫你的教会。阿门。第六，信心爱人照着基督回转归向上帝。最后，使徒行传最后，保罗伫遐引用以赛亚所讲的话，讲这个人百姓，因的目睭放，伊的目睭看袂着，伊的耳孔嘛听袂着。伊的心也袂晓悟。信心充满是爱咱，互咱的目睭看见，看啥物？看上帝的话，毋是看心灵。互咱的耳孔听见，听啥物？听信心的话嘛，圣经的启示，毋是听人的声。然后你的心才会回转，才会晓悟，才会当归转去上帝。所以你有信心充满，就是爱看圣经。爱听信心的声，然后你的心才会回转，毋是看心灵，毋是伫遐听人安怎甲你预言，安尼你的心会转来转去，找袂到上帝。所以信心的目的，即6项，我相信今仔日犹原真重要，而且无改变。然后，咱阁继续来看，有几项是今仔日普遍伫教会中间无拄达金，总是咱咧追求信心的时阵。有几项是无适当的，咱就需要来注意。头一项，咱爱注意，信心毋是受测验的神的灵，信心是一个受着测验的神。真侪我捌参加过特会，伊就安尼讲：信心啊，来啊！信心啊，去充满伊哦！信心哦，你着来伫伊的身上做工哦。安尼听落来亲像啥物？敢信心是伊互伊发细汉的。伊信心来，伊就爱乖乖来。信心，伊叫信心去，信心就来去。信心甲秘书摕一个摕一家迄个皮包啊，徛喺边仔的小弟，随时伫遐听候，伫遐互你来测验。我相信伫许多行传内底，我毋捌看过安尼，拢是信心讲话，大家伫遐着顺服，伫遐来遵守。伫美国南北战争的时阵，林肯因为伫个战争中间失利，伫遐甲战袂赢。这局势足艰苦的，所以林肯伊就伫遐迫切咧祈祷。等伫房间内底祈祷时阵，拄啊一个将军入来，看见林肯伫遐咧祈祷，就讲：哇，林肯先生，你哦对，紧祈祷，祈祷啊！你祈祷上帝徛伫咱这边。林肯安怎讲？伊讲：我从来毋捌祈祷上帝徛伫咱这边，我拢祈祷我会当徛伫上帝这边。我拢祈祷我会当徛伫上帝这边。信心甲咱充满，毋是信心来证明咱是对的，是咱爱顺服信心，爱徛伫信心的这边。甲你隔壁兄弟姊妹讲，咱爱徛伫信心的这边。第2项，信心毋是无对起造教会以外遮的人事也是物来启示。伫许多行传中间，信心伊袂去管你今日要食啥物。食啥物、穿啥物、用啥物，我嘛捌听去讲哇！信心甲我讲，今日我着爱穿红色的衫。哦，信心甲我讲，我今日着爱食西餐。信心甲我讲，我着爱去甲啥物人来交往。信心甲我讲，我着爱去读啥物学校。信心甲我讲，我着爱食啥物款的头路。信心甲我讲，我爱奉献，我爱开偌济钱。哦，信心甲真正甲你管遮济代志，伫圣经内底是无看见。总是当然，信心圣经有讲，圣灵参透万事。的确，大细汉的代志，信心拢知。但是信心，伊若真正要插你遮个代志，背后一个目的是啥物？起造教会，咱做讲起造教会。信心若真正要插你的代志，甲你讲有言，吼，你会去车弄，你会去恁兜有散车的人，你无适合伫这个教会。伊的目的是要来起造教会，互教会愈好，互教会愈坚固、愈合一。伊甲你讲的，叫你爱离开，叫你爱分裂，叫你转去爱变你的牧师，爱变你的教会。
我相信迄绝对毋是信心。第三项，信心伊嘛袂启示即种个人的成功神学。而且我要强调是个人的成功神学。我相信成功神学中间有伊学圣经的道理，因为耶稣就讲，伊来是要叫人得到性命，而且得到更较丰盛、更丰盛，当然是愈来愈好。那即下你若信耶稣，性命愈来愈璀璨，安尼这毋是上帝的目的。但是即个成功、即个丰盛，毋是你家己好就好，爱大家拢好，教会拢总好。所以使徒行传咱看去五旬节，这信的人拢做伙，凡物共用。因内底拄着有送车、有送香的，因着互相来进济，卖掉厝的来去帮衬，甚至有寡妇无饭通食，因着来选职事来去来处理这个代志。因无容允伫教会内底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信耶稣的是送车，因无容允伫教会内底有一个信耶稣的是伫关家内底是赤身裸体，是伫遐咧吆喝，甚至连水拢无通啉。这是爱大家做伙成功。大家做伙伫遐来奉献，因为这是信心的工，伫教会内底，大家拢要做伙。使徒行传20章，也是23章，咱看见，当这的信心充满的时阵，是爱叫人来得到丰盛，然后爱去面对挑战。伫遐20章、23章所讲的，伊毋是甲你讲好听的话，哇，信心甲你讲一寡哦，你的薪水会加薪哦。哦，信心是伫遐来讲，哦，你会得到偌济啊？你着奉献偌济，上帝着要几倍、10倍献你，30倍献你，拢是伫你，无就是伫我。即种的想法就是哇，上帝爱祝福我，信心充满，我就会得到哪来哪做，拢毋是安尼。颠倒信心甲伊讲的，拢是一寡挑战的话。恁会受到困苦，恁会受到困难，恁会受到关卡，信心拢甲伊讲，你要做袂？因听见，因有愿要做，信心阁甲因帮衬。第四，信心也毋是徛伫人较济的迄边，也毋是徛伫较热心伫服侍的迄边。今日咱教会真习惯用选举投票，哦，即个牧师要选伊无，咱来投票，哦，投票通过，安尼信心最高，哈利路亚。咱若选总统投票，哦，选赢，信心咧最高，哈利路亚。你讲有阿门吗？若真正要投票，安尼伫摩西伊上书，伊等伊要出埃及，大家讲毋通，敢一个人讲好，摩西文书的，这个12个探子要去看迦南地投票，2票讲好会使去，10票讲袂使去，安尼嘛输。迄毋是信心，毋是人较侪票较侪，就是信心，也毋是讲热心服侍就是信心。咱看去保罗，伊进前在做上帝讲是安怎做，伊热心，但是拢咧迫害基督徒，安尼敢对？然后今日咱所看即个圣经集，伊甲巴拿巴有即个感动，爱阁去亚细亚传道理，虽然毋通禁止因，因为即个所在已经有道理伫遐，你着爱互福音传出去，去到欧洲，去到伫马其顿，这是信心要做。你有热心，但是迄毋是上帝的意思，所以咱爱去了解。第五，信心袂家己冲突。自相矛盾，伫遐反反复复。一开始信心甲你号召，甲你感动，哇！你着爱来专时间服侍，爱去读神学院，你着爱来做牧师，哇！信心感动我爱做牧师。然后过一站，佮讲信心佮感动我啊，爱代职服侍，吼啊，找一个头路。然后佮过一站，佮讲信心感动我，还是伫厝内底做一个全职妈妈。一直变来变去，人拢感觉足奇怪。检测信心敢安尼？伫圣经内底，咱看去真清楚的。信心咧最高，伊目标就是你爱传福音到地极，你着爱去见证耶稣，你着爱去杜灭魔鬼撒旦的作为，你着爱去用外邦传扬福音，对头到尾2000年毋捌改变。然后信心伊要最高，一定有这验证。一定会有印证，不是讲安尼就安尼，一定要经得起查验和查考的验证。21章21章的第10节，底下讲因有一个亚加布先知来，然后伊讲这个大的主人要受到捆绑，所以信心要讲的代志，后来嘛真正发生。
保罗伊伫罗马时，伊去到罗马，确实去用拔掉的。所以才会教会，才会信徒都讲保罗你毋通去，毋通去。但是保罗嘛讲，先知阿卡伯讲啊，保罗家己嘛讲，信心已经互指示我，头前有困难，头前这条路有遮个挑战，总是信心已经指示我已经备万心，准备要来去。所以信心家己袂冲突，袂甲伊讲哦，你会愈来愈好势，然后总是你的生活叫足凄惨的，也是讲颠倒摆的代志。最后一项，信心伊毋是一个清楚的上帝。真侪时阵，咱对这个信心无了解，感觉哦，信心充满，信心的讲话，信心的做工，甲我所认拜的上帝，甲我所认拜的耶稣，那拢无共款。感觉这是一个新的上帝，哇，全新的。信心敢是全新的？我打一个问号。信心敢是另外一位上帝？咱伫这个圣经内底来看，《使徒行传》22章，保罗伊讲伊家己安怎来信主的过程。伊讲伊伫这个路听起这个声，有这个声甲伊讲：扫罗，扫罗，你啥事来困着我？扫罗就应讲：主啊，你是一罪。伊应讲：我就是拿撒勒的耶稣。你所困着的，迄个声应讲，伊毋是讲我是信神，伊应讲啥物？我是拿撒勒的耶稣。所以伫遮咱会了解，信神袂讲我就是信神，伊会甲你讲我是耶稣。伊迄个信神要甲咱启示的就是耶稣伊家己，这是信神要互咱做工伫咱的心中，毋是讲我搁一个信神，我叫做信神。你好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多指教。信心，伊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伊家己所要找因的，帮助咱搁较认捌耶稣。所以你毋免将伊当作是一个新的来认捌。所以咱今日犹原爱继续追求信心，检测有一寡是无拄无适合，也是讲无拄的遮个追求信心的遮个现象，咱会去注意。总是袂晓讲啊，这个信心可能会歪出来，所以咱检测莫追求信心。咱检测，咱就是照咱家己的本分，安尼无够。咱爱继续来追求信心。若无信心，教会若无信心，亲像一台车内底无油，请问一台车无油，敢会走入？永远袂走的。所以教会需要有信心。教会有信心，讲即个建筑物内底有信心，是会友信的人拢爱来领受信心。要安怎来领受？我列这4项。头一项就是爱伫圣经的引读的中间来领受。这个圣经的引读圣经，毋是伫你的灵修内底拿定。咱的灵修，你敢有真正咧研读、咧研究？咱有拄则有讲，这个犹太人领受信心的，因拢有圣经律法的册的根基背景，因是会晓背圣经的。因圣经是读甲真透的，拢会晓背。总是咱。敢有即款的根基，成做咱的基础。咱对咱后礼拜开始，咱有一个百日读经的一个运动。这个运动就是要爱咱，会当伫读经中间，毋是干读，也毋茫咱会当真正看懂圣经，将圣经的话好好甲伊了解。咱嘛有即个背经句，咱嘛有即个读经的班，也是新眼光的读经。毋茫咱毋是把伊当做点心，爱当做正餐。好好来食，有时阵咱愈食愈好，拢食甲会研究哦，即个欠一味，哦，这爱较咸的，哦，这爱较酸的，哦，这爱较正的，咱会研究呢。但是你对圣经的安尼无，还是当做点心啊？有食就好，好，我有献圣经安尼就好，迄是永远无够呀。我想啊，你若真正即款的心态，信心实在是真恶滴，会临到你的心中。第二项，爱伫敬拜甲服侍中间，使徒行传13章，咱看见。当保罗甲巴拿巴因要受差派去到外邦传福音，因咧做啥物？13章的第20讲，因迄阵伫教会内底，伫遐咧服侍，伫遐咧敬食的时阵，就信心来对因讲话。因是伫遐咧服侍主，伫遐咧敬食的时，信心就讲话啊。敬食本身就是一种的服侍，敬食就是一种的一种敬拜。咱伫4月到5月，咱有一个敬食连锁祷告。咱伫5月有一个清洁心思的灵命的操练。
这中间就是有一摆进食的机会，互咱来学习进食，伫进食的中间来服侍主，毋是进食伫遐咧做你家己的代志，伫遐咧进食拍电脑，进食看报纸，进食伫遐咧看电视，进食服侍主。咱做伙讲一解，进食服侍主。伫遐等你咧服侍主的时阵，我相信信心会做工。第三，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中间，伫咱的思想的中间来领受信心。咱看去哥尼流伊伫遐咧领受信心。第10章第1节就讲，即个哥尼流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是一个好义人。伊安怎敬畏上帝？伊拢真济送香，帮站迄个所在，伫生活中间伊就安尼照起工来做。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。你的生活有敬虔无？你的日常的生活，你的喙会懒散乌白讲话无？随便开玩笑，伫教会内底足严肃的，去到厝内底就乌白来。你的生活若是安尼，刚才信心袂当伫你的心中来做工。总是哥尼流，伊是一个正人，咱的牧师嘛叫做正人，是一个义人，是一个伫生活中间正直的人。所以当伊明白耶稣的道理，迄日彼得来甲伊讲的迄日，伊就随领受信心。迄日听了道理，就领受信心，结果衰咧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。所以咱的生活爱有正常。家己隔壁讲，咱的生活爱有正常。佫家己讲，咱的思想爱正面。最后伫困难的逆境的中间来领受信心。彼得、保罗、西拉，因拢伫即个尴尬的中间内底，捌拄着信心。信心做工来帮助因、透帮因。伫咱的圣经中间有一个原则，要得胜。好，耶稣嘛应允，好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赢过世间。要得胜，总是伫什么所在得胜？要在原处来得胜。有真侪时阵啊，你看即个代志做袂顺，做袂好啊，刚才这毋是上帝的旨意，刚才这毋是上帝要互我要行的路。但是毋是安尼，保罗讲，我啥时能讲，我就啥时得着刚强。何时软弱，何时就刚强。爱伫你能讲的所在，伫你软弱的所在来得胜，这才是信心要做工的代志。彼得伊的能讲伫对，3届无认耶稣，所以信心伫彼得心中来做工，就是互伊勇敢。信心充满迄日，伊就头一个大心爬起来，勇敢来见证耶稣。以后无阁惊吓。上帝爱咱伫咱的困难中间来得胜。伫你的逆境的中间来得胜，这是信心要甲你充满，甲你帮助。咱来反省，咱的生活中间对上帝信心是毋是来根据伊的话？而且反省中间有3条。真侪时阵，咱信心对来啊，信心是有人甲我传福音，信心是我有信耶稣，我有做礼拜，这拢无够呀。信心是爱对上帝的话来，听到信是从听到而来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。你的信心爱对上帝 logos， 对 logos 来是个吹着你的 rhema， 成做你的信心。总是咱有时阵咱读圣经，拢会读一半，读你家己爱读的。我讲一个例，有一个人来甲牧师讲，牧师啊，我对打开始以后，我无要阁服侍啊。牧师问讲，为什么你无爱阁服侍？因为伊讲我有读圣经，圣经内底互我看去讲，恁着爱休困。爱知影我是上帝，所以圣经甲我讲，我爱休困啊，我袂使搁伫遐来雕磨，搁伫遐来做工。诗篇即个牧师就来问讲，安尼哦，圣经甲你讲，上帝甲你讲你爱休困，安尼请问迄句话后壁安怎讲？伊讲我毋知呢，迄个人讲我毋知后壁讲啥，我毋知，我刚听到上帝叫我爱休困啊。这牧师就带伊变圣经诗篇46篇第10节，第一安尼讲，恁着定，着知。我是上帝，后壁讲，我要伫列邦中做权大，受尊做大，伫比遍地上也要做权大。伫遮什么意思？伫遮上帝意思讲爱休困，爱定，就是互上帝伊的荣耀，互大家通看见。意思就讲，上帝讲你要较边的，人拢看到你，无看到我，无看到上帝，所以叫你爱休困。
有真侪时阵，咱可能咧服侍，哇，服侍了真热心，人拢看到是人，看袂到上帝。所以上帝叫咱爱定定，爱休困，要休息。咱若看圣经，看咱家己爱读的，就会造成是即款的误解。所以为什么要研读圣经？一章一章、一节一节，安尼有次序来读，因为这真重要。第二项，咱的思想是毋是有跟对上帝的话？咱有愿意来顺从上帝无？咱咧考虑代志，咧决定的时阵，咱会考虑情理法还是法理情？好，有的人是情理法，反正考虑代志一定要合理，爱合理无？爱合情。但是，请问这个代志有要合圣经无？合理、合法、合情、合圣经，爱合圣经。有阵时阵讲啊，这个代志合理，安尼来做，有合理无合圣经？请问你要做无？若这个代志合情，大家拢讲 OK， 但是无合圣经，请问你要做无？甚至有时阵佫合圣经，但是伊却无合这个律嘛，因为咱彼得讲这是垃圾，唔通食呢。外邦人，这拢毋是上帝百姓，敢通传福音互因？这个信心敢通分互因？上帝讲摕起来食，摕起来食。咱来去敲找上帝旨意，毋是伫即个表面伫人的心上。所以根基真重要，检查咱家己甲信心的关系，好好来思考咱的根基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愿感谢你，伫2000年前，你赏赐信心，正做教会开始。阮的教会也是伫信心的带领来起造。教会每一项的聚会，每一个敬拜，每一项的事工，拢是信心你所关心，信心你所喜爱。愿上帝搁一摆来帮助阮，互阮伫阮每一日的人生中间，来研究圣经，有上帝话语的基础，互阮伫敬拜、服侍、敬拜中间领受你的神，互阮伫日常的生活、阮的思想内，会当来跟对你的信心。特别当阮伫困难、当阮伫挑战、当阮伫失意的时，愿你的信心大大来做工。这个时阵，我们用使徒圣经来做阮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临来受苦，定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各活，上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随赦免，肉体各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